而家講一則往生嘅事蹟。宋朝嘅時候，臨安府，臨安喺而家嘅浙江。呢個人曾經做過僧人，後尾又還俗，先後娶過2次，生過2個仔，職業係屠夫，經常為人哋劏豬、劏雞、劏鴨咁樣。佢有一個習慣，每當佢要殺雞殺鴨嘅時候，殺生嘅時候，佢就喺起刀之前就會念阿彌陀佛子，好脫此身去，先至落刀。每當佢切肉嘅時候，一面切肉，佢就一面念阿彌陀佛。佢自己本人嗰個行持都係終日都念佛。佢又教佢嘅鄰居念經念佛。後尾佢自己眼上面生咗一粒瘤，好似雞蛋咁大，佢就開始驚。於是佢就自己做咗一間草庵，唔再同佢嘅老婆一齊住，就喺草庵裏邊修行，日夜念佛，同埋修懺。修係修懺悔嘅儀式。到咗肇慶23年嘅秋天，佢就同佢嘅鄰居講：我來日第2日出事嘅時候就要走啦，就要往生極樂。佢嘅鄰居聽到都笑佢，就唔信佢。跟住吳瓊當日就將自己屋企廚房嘅碗碗碟碟都賣咗。唔係賣咗，佢係送俾人。到咗第2日嘅夜晚，佢就同佢嘅道友道別。道友即係志同道合嘅人，一齊修正業嘅人。道別，我往生嘅時候就嚟到啦，過嚟為我助念，高聲念阿彌陀佛。跟住佢就將自己嘅衫褲當咗佢，買酒飲。飲完之後，佢就寫咗副偈。副偈係咁寫嘅：此酒皆空，問甚禪宗。今日珍重，明日清風。跟住就端坐合掌念佛，念下叫咗一聲佛嚟啦，跟住就坐飯。